上集就講到奧運義工可以親眼喺巴黎大皇宮睇到張家朗決一劍奪金，成件事都非常之夢幻啊！今集就講殘奧，我覺得比奧運期間做得更加開心，因為其中一個選手係我嘅舊同學，就係湯雅婷靚湯 Creamy 啊！呢一次我只係做咗5日嘅殘奧劍擊義工，但係因為喺正式派監表之前，主辦單位俾我嘅時間係2個星期左右，所以我就請咗2個星期假，然之後呢一次就有更加多嘅空閒時間。做完奧運義工大概1個星期左右，就收到一封 email， 話為咗答謝我哋，送一張殘奧田徑嘅飛俾我哋，可以揀喺8月30號或者9月2號嘅比賽。咁我就揀咗8月30號嘅朝頭早，又係要做咗運動先至可以睇運動。上到觀眾席睇到呢一個運動場都好壯觀，不過樓梯好高同埋好斜，真係有一啲畏高發作啊！當日我覺得最精彩嘅應該係男子5000米 T11 視像跑，巴西嘅選手帶同2個導跑，以14分48秒85嘅佳績完成賽事，打破世界紀錄，快5秒多啲。田徑係一個非常之忙碌嘅賽事，一個場有幾個比賽同時進行緊嘅。除咗賽跑之外，仲有跳遠、鐵餅、標槍、輪椅競賽。雖然呢個運動員落後咗好多，但係仍然都努力完成比賽，仲有好多人為佢打氣喎。呢個時候我就覺得，仲有啲咩藉口唔努力呢？其實我一啲都唔識運動㗎，不過我真係好想喺巴黎鐵塔之下睇一場比賽，於是我就買咗9月2號嘅盲人足球比賽飛。街上有好多地方都被封，其實唔係好清楚入口喺邊度，都真係要問下義工嘅。呢一個戶外嘅比賽場地只係奧運同埋殘奧嘅臨時設施，所以洗手間、店鋪都係臨時設置嘅。上到去比賽場地真係超級夢幻啊！第2場比賽，日本對摩洛哥，日本嘅觀眾喺比賽之前向周邊嘅觀眾派線，等大家都支持日本。有一個仲直頭帶咗鼓嚟打氣添啊，氣氛超級好。相對於上一次喺奧運為張家朗打氣嘅觀眾，包括我個人認為氣勢就比較薄弱。除咗香港加油、張家朗加油之外，就唔係好知嗌啲咩。可能因為冇睇足球嘅比賽，而且又坐得零散，唔知道點樣打氣或者帶頭打氣。大家可唔可以創作一啲口號，或者10秒至20秒嘅短歌，一齊喺比賽嘅時候為香港嘅運動員打氣啊？喺比賽之前會有義工舉牌叫大家安靜，因為公平起見，運動員係需要戴眼罩，而佢哋係要依靠波發出嘅聲響嚟到判斷個波嘅位置，所以有時候會出現球員揾唔到波嘅情況。咁喺進攻嘅方向上，仲要依靠引導員嘅幫助，所以真係難度好高嘅。走之前仲發現咗一個俾運動員練習嘅地方。到咗9月3號，就係我第1日做義工。去搭地鐵嘅時候，呢一個亞洲女人拖住個篋，用普通話同我講入唔到去，諗住跟我尾嚟衝閘。然之後我就慢慢咁樣推閘，等佢跟唔到尾。又到咗巴黎大皇宮，呢一次喺集會嘅時候，我就同其中一個義工講，我有一個朋友會打比賽，佢更加幫我主動同隊長講，我有一個特別嘅要求。咁同組員一齊傾嘅時候，就話可以喺比賽嘅時候放 break， 然後喺 canteen 拎個三文治去到觀眾席嗰度食。今日就做 scan 飛，同我一齊做嗰個義工好主動咁樣同我講英文，因為佢知道我好努力咁樣同佢講法文，所以佢都好努力咁樣同我講英文。到咗下晝1點50分，
我嘅舊同學 Creamy 喺佩劍個人賽16強對波蘭，可惜 Creamy 輸咗。到咗下晝3點10分打敗者復活戰對委內瑞拉，我就同義工講，呢一名義工仲主動幫我同隊長講，話而家都冇乜嘢做啦，不如俾我睇一陣。然之後個隊長俾我睇，呢一次係有史以嚟最近嘅一次，因為見到 scan 飛嘅同伴都係咁近，咁我都走埋過去。跟住 Creamy 贏咗啊！之後嗰場因為比賽大延誤，所以就睇唔到。返到住宿之後就問 Creamy 聽唔聽到我嗌佢啊？佢話唔係好肯定，好似聽到一次。9月4號，今日嘅義工活動有配對環節，我係第一個抽到紙條嘅人，紙上面就寫住 moi， 即係我。跟住我就問大家個配對係邊個啊？跟住佢哋話 toi， 即係你。冇諗到當啲紙條派晒之後，突然就見到個 toi， 跟住我哋就成為咗第一對完成配對嘅組合啊！今日嘅崗位係觀眾席 A 區，咁我就問義工可唔可以俾我企左邊啊？因為我嘅朋友喺黃色線嗰邊比賽，左邊係最近嘅，咁佢好爽快就應承咗啦。朝頭早10點10分進行花劍個人賽16強，我喺比賽嘅時候嗌得好大聲，香港加油！結果睇到前面有一個亞洲嘅攝影師有反應喎，跟住我就走埋去問佢，你係咪香港人啊？跟住佢話佢係內地人嚟嘅，佢影咗好多相，話會 send 俾我。另外仲有一對內地嘅情侶聽到我嗌，亦都向我揮手。咁喺比賽結束嘅時候，呢一對情侶就馬上用普通話問我出口喺邊度。咁其實我嘅母語呢就係廣東話嚟嘅，咁我就同佢講我唔係好識得講普通話。然之後佢哋就改用英文同我傾，但係我都有講一半普通話一半英文，盡力咁樣答佢哋嘅問題嘅。因為出入都要查飛同埋查證件。然之後就識到一個都係香港人，就得到香港電台徽章一個。下晝12點10分 Creamy 進入8強賽，對手係中國隊。咁喺 canteen 拎個三文治落嚟，邊食邊睇 Creamy， 因為我嗌得好大聲啊，所以引嚟好多人嘅注視。所以我就話呢一個香港隊嘅運動員係我嘅朋友嚟㗎。雅婷，然之後啲法國嘅姨姨都幫佢打氣啊！好可惜最後輸咗。下晝1點40分，敗者復活戰對上韓國隊，亦都好不幸落敗咗。喺入口幫忙指引觀眾嘅時候，一個內地嘅攝影師同我傾偈。我就將我嘅 email 俾佢，佢話佢會再 send 啲相俾我。完成咗工作之後就散場，然之後夜晚仲收到一封繁體中文嘅 email， 佢將所有佢影嘅香港運動員嘅相都 send 咗俾我。9月5號，今日嘅義工活動係每人拎一塊金牌，金牌嘅背面就要寫上送俾邊一個，同埋點解會獎勵佢。咁今日我嘅崗位就係松衣，即係安檢入口同埋室內入口之間嘅範圍。咁原本就安排我同一個法國人嘅義工一齊喺室內入口外面負責引導觀眾去前往觀眾席 A。佢都講做義工仲攰過返工啊！但係後來我就被調到去安檢入口嗰度企。當日落大雨，雖然有大遮同埋雨衣，但係幾乎所有人都喺呢一個入口入嚟，仲有好多嘅學生團隊。咁如果佢入場嘅時候呢，咁我都要讓位啊！咁其實都係淋到濕晒。咁好彩詢問住就有風筒可以吹乾啲衫。之後就被調到出口。咁 scan 完個飛之後，觀眾離場就唔可以再入場㗎啦。法國人真係好識得營造氣氛。咁呢一日11點半就係花劍團隊比賽。原本個隊長就問我係咪要11點半嗰時睇比賽。咁我就同佢講，因為呢一個係團隊戰嚟嘅，咁所以比賽呢就會比較長。咁因為我唔知道 Creamy 幾時上場，咁所以只係睇一部分都可以啊。咁最後就等到比賽大概打咗30分鐘，咁我先入去睇。咁 Creamy 就同隊友喺度睇緊比賽，咁我就問實 Q 可唔可以俾我同朋友講幾句話？我個朋友就喺嗰度啫，好彩佢就應承咗。於是我就好快咁樣同 Creamy 影咗相。咁呢一場比賽就戰勝咗烏克蘭。咁之後5點30分就打銅牌戰，翻安檢入口。
現場就有一啲爭執，有一個坐輪椅嘅男士就同我一齊喺遮下邊避雨。咁我同佢傾偈先知道原來佢係意大利人嚟嘅。咁有人查佢飛，我就問佢點解要查飛嘅？佢話佢係嚟做 project 嘅，但係因為佢之前出咗去之後翻唔翻入嚟，所以佢嘅同伴就幫佢爭取可以再次入翻嚟。咁有一班法國嘅小朋友見到佢，就揾其中一個小朋友做翻譯。我聽到一個法國嘅男仔第一句就問係咪運動員啊？跟住我啞咗聲，之後我就後悔啦。我應該係要俾呢一個翻譯嘅小朋友發揮嘅，但係因為洗濕咗頭，全部人都望住我啦，咁就只能夠繼續。咁我就用英文問一個意大利人係咪運動員嚟㗎？結果佢話佢自己係輪椅籃球員。佢講咗好多啊，不過我記唔到。但係呢一個女仔咧好流利咁樣翻譯法文啊！咁啲小朋友咧就好興奮咁樣咧揾佢影相同埋簽名。工作完成之後咧，我就喺義工中心嗰度等啦。咁時間差唔多，我就問一個 protocol team 嘅義工，話我有個朋友喺度比賽啊，我可唔可以喺度睇啊？好彩一個法國人義工就話，如果冇人坐嘅話咧，就可以坐咗先嘅。銅牌戰開始，香港嘅運動員團隊啱啱好就坐喺附近，咁我就食住個勢坐喺佢哋隔離，仲識埋 Creamy 以前學校嘅校長，有一班香港人一齊為選手打氣，真係非常之振奮啊！加油！加油！嗌得好大聲，跟住前面個 Miss France 同埋佢嘅朋友都坐開咗。余翠怡真係好犀利啊！佢追到好多分啊！當佢遇上其中一個意大利嘅選手嘅時候，對方採取咗消極戰術，令佢難以發揮。跟住我喺觀眾席都聽到有法國人喺度大嗌打啊！但係最後好可惜都係輸咗。香港運動員嘅團隊先行離場，咁我都走啦。原本我只係想做4段片嘅啫，但係呢一段片咧比想象之中長好多，咁所以最後都係決定要分開。咁下次就再講埋殘奧嘅下半部，Creamy 決一劍闖銅牌戰啊！À la prochaine！